配合108课纲，就要兼顾理论甲实务。教育部和教师继续推出高中职专业学科的补助，充实这教学也有实习的设备。今年度拍算投入1亿6000万，其中偏远地区含灰山区、灰市区的学校，补助上限也对100万提悬到150万。不过学校认为，讲这补助的出发点是真好，但是现代化的设备是真贵，150万可能无够。迄边的政策嘛是共款，迄种民国80几年的政策啊吼。新北瑞丰高工的老师表示，学校一寡教学期待其实已经真久啊，不过学校的经费无够，嘛无法度维修，也是买新的。为着要提升偏远地区含灰山灰市学校的教学品质甲多元性，针对高级中等学校的专业学科，国教署甲教学含设备的补助顶限也对100万提悬到150万，希望会当充实基职学校的教学。为了让整体的教育资源分配更有效的运用，提高了偏远地区及非3、非4的补助上限，每个学校最高可来到150万，落实108课纲务实自用的精神，提升技职体系学生的专业职能。像瑞丰高工，就是和教育部在做灰山灰市的学校，无伫市区嘛，也无够偏远。学校老师表示，有当时啊，政府的补助拢干那互偏乡。这几年来，国教署有针对灰山灰市的学校推出补助，因表示肯定。不过，像讲因工科若要买较现代化的设备，150万的补助，其实嘛要真正值。旧的旧型的有6台啦，即摆市民介绍1台头30万啦，所以6台台180万啦。爱分做传统也是电脑车床啦。电脑车床1台头要200多万。国教署这个计划113年度拢总有1亿6000万的补助经费，希望会当满足教学需求，培养学生多元的学习经验。不过，瑞丰高工的老师是呼吁政府应当更加了解大家专业学科的经费需求，安尼才会当有更加好的学习体验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、新北报道。